今仔日新闻读起先，先来看这国民党团的立法院党团总调鲍坤琪，顶一日是讲伊感冒无参加调研协商，不过这事后却是去互亚航讲人伫咧香港。民进党团就质疑这鲍坤琪到底是甲中国吵什么代志？鲍坤琪今仔日是回应质疑，讲敢讲所有立委的行程拢爱甲总统报告，佮讲若是要求所有的立委拢愿意公布行程，伊嘛会对咧做。 讲家己感冒严重，伫咧出来休会的国民党立委总调鲍坤琪，互人逼讲其实是去香港。20暗伊转到花莲时阵，有政治评论员挡伫咧机场大门口大声骂。 民进党团2日早起开记者会，质疑鲍坤琪去香港为什么暗暗？先讲感冒请假伫咧厝，搁互人逼讲是去香港，又搁讲家己代表台湾政府，到底去香港有甲啥人见面？为什么特别开议进前拢去中国？爱讲清楚。为什么你私自擅自在国外宣称你代表台湾的中央政府是何居心？第二点。 为什么你这次去香港的行程也如此的不透明？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？鲍坤琪2日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参加花莲县党部团拜，强调去香港是为着推广花莲的观光，不满民进党用碰镜看伊的行程。身为中华民国的国会议员，我们到哪里都是代表中央的政策。我们身为国会议员，难道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？ 都要跟赖清德来报告吗？其实你的剑指就是想罢免韩国瑜。鲍坤琪强调，伊是开家己的钱去香港参加推广观光，领导问中央用什么心态看灾区的观光？若是要求113席的立委拢爱公布行程，伊愿意甲大家做伙公开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